大基本千万字，大家要跟大家做伙来捌一字。俗语咧讲，好歹在心内，喙轮皮小款待。这意思是讲，无论是介意或者是无介意，拢是藏伫心肝内。表面上或者是喙轮皮啊，也是爱有礼貌，客气来小借问。今仔日要甲大家小解这一字，就是胎，读讨爱胎第7条。读胎这是读文音，胎就是听候备班的意思。咱讲是对胎、款胎、接胎、交胎。另外，友好父母、饲父母，咱讲是奉胎；，互人较好的待遇，咱讲是优胎；，也佫有希望、望，咱讲是期待；，等候，咱讲是等待。这个背音读做待，带大家做伙来小解这两个词。头一个读做款待，这个意思就是待遇应对交代意思，像讲款待人客，就是交代人客。第二个词读做管待伊，咱一般俗音会听人读做管待伊，这就是唔插伊的意思。咱用一句话来举例，甲这两个词夹做伙。譬如讲，俗语咧讲，姑疼孙共二姓，阿姑想讲孙仔上北来旅游，要好好甲伊款待。想知影讲孙仔无爱执做阿姑，自头到尾拢无声无息，阿姑就干来当管待伊去。今仔日小解这一字读做胎，这是文音；另外鼻音读做待，提供予观众朋友来参考。